各位家長，發現子女入咗名校之後，原本標青嘅成績變得平庸。入咗名校，身邊個個都係尖子，明白你而家正在為子女嘅成績點樣喺一眾精英同學之中突圍而出而感到苦惱。事實上，名校生之間嘅競爭係更加激烈。根據坊間嘅調查，名校生補習嘅比率係最高，即係話每位名校生都會補習。明白家長子女在小學嘅成績固然唔錯，但入咗名校之後要成為 top of the top， 甚至好似我哋呢位舊生一樣成為全港 DSE 英文第一高分。你嘅子女需要一套與日校截然不同同埋專為名校生而設嘅精英式教學方法。我哋呢個初中英文拔尖課程就係為你嘅子女而設，透過灌輸英文5星星4卷考試技巧，培養到子女5星星英文考試思維，輔以大量嘅 vocab 同埋 sentence pattern， 培養到子女出色嘅英文語感。最後針對子女英文分卷嘅弱點重點改善，子女嘅成績自然突圍而出，成為人中龍鳳。預先教授 DSE 高中獨有應試思維，讓子女提早吸收，為未來5星星英文鋪路，搶佔先機，真正贏在起跑線。所以各位家長，請立即 click 以下呢條 link 查詢或者報名，因為好可能你嘅子女就係下一個最 top 嘅英文尖子，名額有限，先到先得。